另外，今仔日的立委赖瑞良啊，召集了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差不多10个民进党委员召开记者会，提出啊要重修再违法。第一时间所发出来的采访通知并无伊啊，顶头无陈定辉哦，但是陈定辉嘛是出现伫记者会顶头。对这款的情形呢，来看陈定辉是安怎讲的。蓝白采化法奏北青南。当这话口后，批评再违法的修法，主管部并紧中北轻南，由民进党立委赖瑞良主导，邀请10个南部地区的特立委，诉求重新调整财权的分配。是讲同款有意思要选高雄市长的林岱华所来指导，坐伫咧上正边考地界的边啊。采化法里面，它很多的数字其实对台北有利的。啊那无伫咧采访通知出席名单陈定辉要来参加，全部都有邀请，他这个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所有的立委都有邀请。强调有方邀请，是讲赖瑞良的记者会办伫咧中兴楼早起9点半。同一个时间，边爱会议室，陈定辉当咧召开主打统一议题政策的记者会，含伊并台。小朋友一起拍照，然后呢一起唱唱跳跳。一个礼拜六伫台南的安平，有兽医免费甲统一做检查，积极抢亲子票。真正陈定辉更加甲对手林俊宪发声，假如若是初选赢，一定会伫第一时间去甲拜访，争取支持。我胜选也会第一个拜访他。那你要先能胜选啊。听做会有味，三个当出线要正歹讲。每年1月中特别办理初选，台南甲高雄拢正竞争。我的心胸是开阔的，敞开双手，只要任何人认同岱华市民为主以民为主，市民最大的这个理念，我要邀请也是气球他们来给岱华助讲。一个礼拜6礼拜也有大型的造势，不过无讲到有建国会成员会来收听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